第12章第1節，耶和華對亞伯蘭講：你著離開本地、本族、老爸的家，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。我要予你成做大國，我要賜福你，予你的名做大。你也要予人得到福氣。祝福你的，我要賜福予因；咒詛你的，我要責罰伊。地上萬族要因為你得到福氣。亞伯蘭照耶和華吩咐的話就去，羅得也甲伊去。亞伯蘭出合蘭的時75歲，亞伯蘭帶伊的某撒來，甲伊的侄仔羅得，以及因佇合蘭所積聚的財物，所得到的人業，因就出去要去迦南地。因就到迦南地，亞伯蘭經過迄個地，到佇示劍的所在，到摩利的上樹。迄時迦南族猶得大。耶和華對亞伯蘭出現講：我要將這個地方賞賜你的後裔。伊就佇遐為着對伊出現的耶和華起一座壇，對遐伊刷到伯特利當時的山大埔邊，西勢是伯特利，東勢是愛。佇遐為着耶和華起一座壇，求叫耶和華的名。亞伯蘭漸漸刷去南勢的地。第10節，迄個地拄着饑荒，亞伯蘭落去埃及，要佇遐暫時徛起，因為迄個地饑荒真大。將軍入埃及，就對伊的某撒來講：我知你是面貌好看的婦人人。埃及人看見你的時，要講：這個是伊的某，因要殺死我，來留你活地。求你著講，你是我的小妹，予我因為你得到平安，我的性命也對你來得到活。亞伯蘭到埃及的時，埃及人看見迄個婦人人極其水，法老的人神看見伊，就對法老學老伊。迄個婦人人就予人帶伊入法老的王宮。法老因為這個婦人人，就好款待亞伯蘭。亞伯蘭就得到羊、牛、公的驢、驢僕、女婢、母的驢，以及駱駝。耶和華因為亞伯蘭的某撒來的緣故，降大災厄佇法老甲伊全家。法老就叫亞伯蘭來，講：你對我所做的是甚麼事？啥事無甲我講？伊是你的某，啥事稱伊做小妹？你教我將伊帶來做我的某，打你的某佇遮，通帶伊做你去。第20節，對迄碟，法老為着伊來吩咐人，因就將伊甲伊的某，甲伊所有的，攏送伊去。